即摆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1年9月18号。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第一篇，传道书第1章第1节到18节。马太福音23章29节到39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空虚。咱知影传道书强调的重要的经文主题字就是空虚。伫中文的圣经翻译倒变讲虚空啦即个翻译即个字若用伫台语的中文迄个对调意思就阁无啥共款啦但是这真相同的即个字呢，咱知影伊是对即个希伯来文希伯尔来的即个英文的意思翻译做 vanity， 翻译若对于 vanity 来翻译是讲真浮盈啦真奢华啦真自大啦即个伫 NIV 的翻译叫做 meaningless， 就是讲无意义也就是讲，搁再进一步来讲，有一项代志，一个人伊的人生原本咧追求真济奢华，但是却是无实在，真灿烂的生活却是空虚，看起来真精彩，却是孤单无伴。好，那亲像咱讲一位明星无论伊是影星啦、歌星啦，是讲运动的明星啦无论倒一方面的名人啦，是毋是政治的啦当伊真红的时阵，伊会真受到欢迎。但是，一旦到伫伊的即个咱来讲青云白露，也是讲已经无搁再遐尼红的时阵，身躯边本地咧追求伊的人就真少伫寂寞的暗暝，可能只有一个人孤单伫迄个所在就会当深刻来体会希伯来文咧讲的希伯尔是啥物款的意思。咱知影有真侪人真惊黑暗，嘛有袂少人真惊家己一个人，因为感觉孤单，感觉寂寞，特别是伫即个咱咧讲真奢华宴乐了后，忽然间的安静。如果若看到满桌即个真安尼乱满厝真空，满涂甲全粪扫。照原文的意思来讲，就是讲就算是真奢华、真宴乐、真欢喜，嘛是无意义啦因为迄拢是暂时，迄拢是表面。对伫武汉肺炎疫情开始了后，美国会通讲是封差不多17个月的时间，真侪公共场所袂当开放，礼拜2个礼拜也大部分的时间也禁止互人聚会。有真侪年长的基督徒伫情绪顶悬、伫灵的顶悬受到真大的影响，因为真久长无甲人接触，大家拢毋敢出去，心灵感觉空虚当然会搁较感觉到会惊啦咱要倒来思考，写即本册《传道书》咧讲到空虚，这写的背景到底是啥？伊的作者是甚物人？为甚物会写这个传道书？今仔日要安怎去了解伊？一般认为来讲，就是讲作者是所罗门王，但是伊所罗门王写，佫是伫伊年老的时阵，伊写传道书。如果咱将所罗门王伊的性命来分段，未做王进前无算。伊大概会当分做3个段落。第一个段落当然是真年轻的时阵做王的所罗门王，
咱之前有讲到，伊咧追求智慧，所以伊用智慧来伫当初时诶世代真出名。四界拢有人来找伊来进贡，用咱现在话来讲，伊四界拢有粉丝啦吼 ，fans。嘛因为伊安尼真互人欣赏，所以伊就拥有当代真侪迄种宝贵诶宝物，嘛享尽世上一切荣华富贵，佮有几若千个伫伊诶王宫内底诶遮诶宫妃啦吼。伫中年诶时阵，检测因为伊有儿女成群，所以伊开始写啥物？写箴言。一般咱讲到劝世文，伊伫用即个劝世文来劝勉伊遮诶正经字，互因知影着爱敬畏上帝，爱听父母诶教导。伫年老诶时阵，伊忽然间来去看到，回头看到伊诶性命，发现伊以前所拥有诶遮荣华富贵、金银财宝，也是讲伫宫内诶遮诶千千万万诶即个王妃儿女成群，到尾啊，拢成做一个无意义诶，伊所写诶空虚，英语讲 meaningless。基督徒一般来讲，真难免无伫即个学业上，也是讲咱诶成就、职业、事业，甚至伫财务顶悬，拢咧追求。咱一生所咧追求诶目的，所看重诶是啥物？只有遐物件吗？咱最终极诶目标到底是啥物？是拥有，但是咱毋通袂记住，有一天拢要失去。因为咱搁再偌啊年啊富有，偌啊年啊有权力，偌啊年啊有影响力，咱是即种诶人诶时阵，咱当生命结束诶时阵，咱就啥物货拢无啊。有可能因为后代嘛，因为遗产诶关系来相拍、冤家、上法庭，互相无认真，安尼拥有对生命来讲有啥物意义啊？有包括今仔日咱所看见诶所罗门王，有2位伟大诶君王，因伫死前拢想办法，甲世界来讲，人生到落尾是一场空。咱看见所罗门王伊写传道书来表达人生诶空虚。伫另外一位是古希腊，伫30岁伊就征服咱讲差不多半个世界诶军事战争皇帝。伊叫人伫伊诶棺材边仔挖空，互伊2手伸出去。伊想要来甲世间人讲，死亡无法度互你带走世上你所追求诶一切任何物件。离开诶时阵是空空啦吼。所以这提醒咱，特别是咱基督徒，虽然咱捌来追求拥有，但是咱爱会记住，这会拢袂长久。只有上帝才是咱所需要、终极所追求的。